慢生活。它自动，我都没我现在是手动的，我现在还不太会弄。 亮灯仪式看吗？还一半呢是。全部都给你布的，它这个你表演就是这种微笑活，咱就以逛景为主，完了就吃饭，完了赶上啥看啥。我说有等到8点半了，再出去，对。你这么考虑是对的。 咱不到角了。我这里面有衣服的。这叫什么塔？ 木质材料的唐式风格的拈花塔，极具人间灵韵，唐风的古朴禅意，矗立在香月街上，俯瞰着整个拈花湾。到了夜间，拈花塔亮起灯光，全塔通明透亮，就像是记录在长安大唐的宝塔，优雅。 独具魅力，散发着禅意的光芒。别管那个。 你找你喜欢的吃的。我好看，就是几家，不会，就是正常的价格。啊，就是几家进哪家的问题。对，跟看，因为你还得包括这个环境。中间那个是餐厅啊，厨房。 Starbucks。喂，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然后呢，火了就。 这地方挺值得待的，樱花的时候。樱花是3月份呗
3月20号早映。嗯。对，就是开始了。哎，那啥？哦，沾花西施，这个也可以。沾花西施。那就咱先吃饭。但是。有小龙。有大饼吗？讲那个江南大饼。你想吃哪？都是客栈。这是从跟那个的丽江他们那边学的，刚开始弄。他弄的挺好的。嗯。今天那个小湖奖，不是小河那个小飞机，小飞机。是咋的？小飞机？他模拟的，晚上要用的。自用吧。这是个人的吗？等我买一个。五个。那你要把他的名片给我带来。那边儿。没有卖那个链接的小衣服来了吗？买一个小扣子给他蹬上，几十块钱。新鲜，把我这衣服脱给你。不用，我带这个。那个也行，那个也行。我这里边是个厚的长袖。古灯会园。这我看灯的，那人不说看灯吗？花灯。也是喷泉这种。那先找地方赶快吃饭。这会儿几点开始？这个哎呦，6点45。我姑娘怎么整冻死了？不冷啊，你们冷吗？还是很打瞌睡。现在照相挺好看。嗯。有人没打电话呢。正好看到没有的话，回去有一家面店。就是这么一条江，这么一条小河，完了转圈都是这个，跟西塘差不多还。老跟八爷，老跟找他晃的，不管他实力啥数，他是比我大的，因为是晃的。但这裤子不穿的。有一条跟他一样的裤子，买的。啊，你买一条？想要买一条来着，想要买一个这色的。啊，没有。然后你穿它，穿它上面穿上小便宜。这挺好看的。这裤挺好看，漂亮。嗯。它没那么小，10。快点！他说是在主街那边，我们走错了，越走越远了，你咋找的呀？主街在哪边？就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但是就1分钟了呢。这不又走回来了？对呀。这里啊。然后我们6点半去开灯。嗯。开灯仪式。开灯仪式在哪儿？最开始那个禅。他这个，等会儿这次你愿意让我摸你了吗？
啊，行。哎，漂亮啊！都是他脚撵的，孩子真埋汰。你不觉得你埋汰吗？哎，别说我，别说我，你不觉得你脏吗？你别说我你不。汗臭味儿吗？啊，这摊都是吃的。你俩随便想吃啥吃啥。姑娘选，姑娘选。你们想吃啥吃啥，只要带我的份儿就行。这家店真不错，这哥们儿这裤子买绝了。没有啊。想啥时候就需要啥，啥就来了。还来服装了呢。我进屋一看，完了没裤子，回头一看，哎，那块有几条，哎，这选中一条。真是的，干啥来着？啊，就这么一家裤子，孩子，这条裤子好好留着，成全你了，要不就把你冻坏了，谁也不能脱下裤子给你。不便宜，4种套餐。哟，这个地上好像是挺黑呀，挺吓人的。哎，这个季节的话，它民宿住的人还少吧？在这民宿2000块钱，哪有几个人来住？除非带着小蜜来。那你爸带我肯定不能来，要带别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比如别人有请你的，上来坐一宿看，你来不？叫什么你们啊？嗯。是吃面还是吃？啥肯定是。对。先看多少钱？1万3。原价。你没发现吗？他这里面控价控得很严格。1万8。仙粥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哟。叫王八。